OK， 好来，对1657年4月初7哈，开始读起。即嘛几分啊？我可能慢了半点钟，真正要半点钟。今仔，我咧想看嘛，无定今仔日咱就原来想看读1点钟啦，吼，看情形啦。因为我饭拄食之后还未食吼，所以我应该无卖啦吼，读个半点钟啦吼。1657年4月初7拜六好天吼，今仔甲咱记一句呢。4月初8礼拜日。早起透南风，安歇你做礼拜，阮收到政务员 N. Renius 对智罗山寄来一张批，内容有真长的部分。你叙述地方官调查一寡代志的时阵，去侮辱着伊。地方官啦吼，即个政务员去互地方官侮辱啦吼，对智罗山吼，智罗山就是即嘛嘉义县遐。即寡代志应该是嘉义市的吧？即寡代志到现在，阮犹无听讲过。此外，写讲就是迄张批啦吼，即个智罗山来投的即张批，写讲送去的就好有收到啊吼，要踮咧遐吼，就是智罗山写广场中央来建造水井的代志吼，将会来进行。伊请求下令允准为着高温社，高温社就是即嘛云林县的土库啦吼，我会记得是安尼吼。请求下令允准为高温社的学校教师 John Shudin 来建造一间厝，一间细间仔厝吼。对有注卡来看嘛，讲 John Shudin 伫高温社的学校教师歹势我讲毋对，高温该写是伫咧梨林地区吼。1656年，伊已经担任即个教职吼。好，打靶社、高文社、甲塔里姆社的长老呢，也请求吼，像打靶是民用啦吼，塔里姆我已经袂记啊，塔里姆社看一下吼，塔里姆社。岛南吼，岛南就是是云林吼，云林岛南吼，叫做塔里布。看一下地图吼，彰化云林吼，岛南伫遮吼。岛南搁落去到大拿，我要讲是启东云林县。岛南吼，你若坐即个铁基路啦吼，对岛南搁后一站就岛南吼，但是方向因为我较早印象安尼，我一直想讲岛南是伫岛南北边哦。你即马看地图就知，其实是迄印象毋对嘅吼，是伫西北边吼，岛南伫咧岛南的西北边吼。因为即个创建铁基路吼，伊伫咧即个。对北岛吼，就是彰化遮要落南到云林县的时阵，其实伊是设一个弯，伊毋是直接直安尼落去吼，伊是设一个弯，先行对较洼近即个德山这边，就是较伫咧即个落水溪较顶楼遐，再个算安尼就东南远去啊嘛吼，再个我对西南远过来，所以为虾米讲岛南市是伫咧岛南的即个东北边，就是安尼吼。因为行向是安尼。好 ，OK。塔里姆社吼，讲到塔里姆社岛南嘛吼。大马社，拄则我讲大马社是民用啦，这应该是无毋对啦吼，就我较早有印象的。我即马哪会无法度通切换？走去对。
真害我无代无一夜加去买一只这个 Apple 的电脑，结果无解释吼。我感冒，我这几工吼，这流鼻水。这2工，今仔日较无鼻水较无遐重啊，但是迄鼻音就重的吼。哎呀，真正害 Safari， 开袂起来 ，Safari 走去对伊啊。敢会真正互我关起来？但是无可能，我无甲关起来。走出来，真正害我咧想切换打麻。麻第5条，好打麻社吼，是伫嘉义县。我即马咧看 Wikipedia 吼 ，Wikipedia 平原地区的平埔族洪雅族了。伫400年前，就活跳伫个台湾舞台。荷兰文献1636年就有记载，伫含台湾当局荷谈的当地平埔族的社名多瓦哈社穴，伫个社穴的社，即个社的地穴伫个地域啦，吼，伫地域区域哈，迄个域，伫个即卖嘉义县民用乡吼。旧社址伫个一搭民用市过西沿的西安川菜园附近吼，你讲到一个遮水所在吼。打麻社，市过西沿的西安川，我来看卖啊，看找着无？民用是伫嘉义县民用，较北平含迄我来看袂介清楚，安尼看较清楚吼。埔子太保嘉义市民用吼，我敢若知影讲伫个足近我嘉义甲即个顶头即啥云林啦吼。交界所在，好，民用乡吼，所以民用是咧嘉义市北边啦吼，岛南搁落大拿吼，伫你若迄较大诶站啦，好车站嘛，即嘛中可能有个细站，我无解清楚吼。过来就是民用站吼，民用过来就是嘉义站吼。OK， 民用乡西安川吼，我看Wikipedia西安川菜园附近，看咩C。我看了西安路啦吼，所以西安川应该是伫咧这附近的。这到位啊，这到位啊，就是西安啦吼。好，民用后车头的牛肉吼。好，所以这只就是打麻社继续咱转来看，我有一寡代志想要讲，但是想讲迄免讲，各位可能无兴趣知。
好，打靶社、高文社、甲塔利姆社长老呢，也来请求会当像低落山社的人安尼，每一社拢会当有2个希腊人来帮因种田，所以你看哦，即只有等于已经甲咱讲一项代志，就是咱较早拢无读着，讲低落山社的人，因的田是有算一个社有派驻2个即个希腊人，你算技术指导啦吼，你教因种田就对啦吼，所以这荷兰时代就安尼咧做啊吼。最后写讲，山区迄寡村社的酋长也无落来建议，毋过随时拢有可能会落来。即拢迄个低落山社政务员所写的。好，咱继续看了4月初9。拜日透西北风，暗时啊强烈北风持续吹来。伫咧佛罗摩萨议会呢，决议要派迄只大篷船 Roadvas 和装各种的即个输用品，载着监督官甲淡水加龟人地区的新任主管前往淡水甲龟人，并且决议佛罗摩萨白社大会将会延期举行延到当时将会看公司高度依赖的商务伫咧希腊进行的情况来决定。该情况阮咧要讲2-3礼拜之内就会当知影有关此事甲其他决议事项的详细情形，会当对决议录看到。你看咱日子拢倒啊，你就知这即嘛拢无成立了。但是电信讲嘛要来啊吼，所以荷兰人真正是伫咧台湾真正是无趁到啥物钱啦吼。4月10号拜二早起透西北风，暗时啊风力强烈继续吹来，装一寡要载去淡水甲龟人的粮食到迄只大篷船呢。4月11、12拜3、拜4。早起透东北风好天，要挖中岛的时阵，收到政务员 Nicholas Renius 对低落山寄来批伊阁寄一张来讲迄个希腊人翻译员叫做基哥早着4个无含阮缀合的村社的长老去伊遐，去即个低落山即个政务员家啦这4个社是塔基荷兰社的 Almos。塔纳比马社的 Beyond， 哈米兰社的 Luggett， 塔基瓦拉社的 Kason 因答应讲将来会顺服公司，并且含因会邻社来长期和平相处。所以呢，即个 Renius 的以阮的名义Renius 是政务员啦，以阮的名义，互因个人一支公司的权汤并且各赠送一匹面布，并且问因讲山区其他的村社，譬如讲曼兰社、塔基索罗社、斯马达瓦社和塔杜拉萨社的人，为虾米无像因所答应的同齐来？因应讲，即寡人因为有一条大溪水涨起来因必须要了解即条大溪的溪水涨起来所以无法度同齐来。因会伫咧10天到12天内均到前来，但是呢，塔苏拉扎社呢顶头是写做塔基杜拉萨社。迄个长老袂来，因为伊最近伫咧塔基摩古所社2个少年人主动的邀约之下，伫咧单纯是出伫咧恨恶以及指控之下，甲因的头壳给剁落来。这是你写啥？我搁读一遍看你看有无？因为伊最近伫咧塔基摩做社后壁括号写讲，该社已经侪年归顺伫公司之下伫咧即个塔基摩做社呢，2个少年人主动邀约之下，伫咧纯粹出伫愤恶以及指控之下，甲因的头壳剁落来。
因是指啥？可能是两个少年人哟，两个少年人主动甲邀约，直接来甲请伊来剁因的头壳哦。因此，所有上述迄寡村社人，特别是塔基摩族社，顶头有个写做塔基摩族社，哎哟，到底是倒一个社？反正就是迄个社的两个少年人，即个塔基摩族社是即两个少年人的社吼，全部拢大生气起来吼，因为因两个少年人去头壳去用剁掉吼，要求议长允准因同齐去迄个塔苏拉扎社吼来报复。甲该社完全来消灭吼，因为迄个社会当出现的大埔敢有80个人吼，所以会当规个甲灭族就对了吼，或者是用武力强迫因爱就范地号，到迄当阵就无可怀疑会有其他的17个村社因为惊来自动归顺公司。这一切的详情会当对这张批来看到。4月13号拜五，透东北方可敬的法务议会召开会议等等。4月14拜六，早起透东风乌阴，约落伫10点开始落大雨，中昼雨停，但是到暗时风甲天气拢变幻不定。阮收到中士 Jan Day Blue 对网港寄来一张批写讲，迄边一切拢好，因需要2个罗勒去搬运念土甲砖仔来调报遐。4月15礼拜日，安歇日做礼拜透南风。4月16拜一，早起透东北风，下晡透南风。4月17拜二。早起透东风以后，就南风甲东风变化不定。4月18拜三，早起透东风，中昼透西风，暗时透北风，变化不定。4月19拜四，逐工记方向尔吼。游园像昨无稳定的风，毋过阮也是无用咧准备要送去鸡笼甲淡水的物件，准备好了后，伫下要暗仔由议长阁下含议员来一托签名，并且交互监督官 Six。下底有注，等下来介绍即个监督官吼，交互监督官，并且下令明仔载要出航去鸡笼淡水。下底注卡第1条。Daniel Six 是米都堡的人，1639年以下级售货员，就是销售员去台湾 sales 啦吼。1643年被任命做助理，1647年升任下设商务员，1654年晋升做商务员，1656年和1661年伊是管理初号仓库的商务员，并且担任福尔摩沙议会议员。1657年，以监督官身份去检查鸡笼甲淡水的公司业务吼。应该就是讲即撮吧，因为即撮伊就是监督官吼。6吼，下令明仔载出航去鸡笼淡水。然野城堡导航电成功了后，1662年2月，伊转去巴达比亚，以后捌担任2任的出岛的馆长，出岛是日本遐的吼，就日本的商馆伫出岛啦吼。出岛我搁早者伫倒位啊，我袂记啊。所以你若有去日本佚佗吼，你若有机会去出岛，你就来想讲，想到即个所在，咱捌读着吼。Nagasaki 啦吼，会出岛商馆嘛吼，荷兰商馆伫Nagasaki，伫九州的西边吼，九州的九州啦吼，九州啦吼。出岛是倒位啊？出岛。第二马市。出岛其实毋是岛啊呢，出岛町。我看伊即马是就是Nagasaki的
一部分啦，是伫咧海边无毋对啦，伫咧江边啦吼。好，转来遮，讲即个监督官 Six 后来伫咧陈成功来了后，伊就去日本。伊先转去巴达维亚，然后再去日本做馆长吼，出道的即个商管馆长。好来，4月20号拜五，今仔日无定4个当读煞吼，半点钟尔。上午透东北风力袂细吼，迄只大胖船罗特瓦斯号伫咧例行检查了后，奉上帝名驶出即个港岛淡水航去。愿伟大的上帝，互伊拄着南风，顺利航行。阿门。下晡2点钟，阮看去该船伫咧距离此地东方约2-3里的所在拍定停船。有2只胖船出航前往南部，有啥物？我看无呢。即只大胖船出港岛淡水航去，结果呢？下晡2点钟，看见该船伫咧距离此地东约2-3里的所在拍定停船。你安平东就2-3里就已经赤坎去啊，有啥物还有船啊？是写毋对去啦吼。好，有2只胖船出航前往南部，坐12个大埔载去30担盐五拿糖4桶糖水13罐鲜奶的烧酒。20担面部甲10包薰草吼，面部是以担做单位下对主卡写吼，敢若毋捌看过吼。即个所在可能单位有错误，或者是商品名有写毋对去吼。4月21号礼拜六，透西北风力微弱，晚中到时，阮看见迄只小船后壁佫挂号写大胖船 Road Bus 号，就是进行讲要去日本的即只吼，抑佫伫咧小人诶树林嘉亚附近咧航行吼。小人就是即嘛嘉义啦吼，嘉义呢树林。嘉义的树林，我嘛毋知啥物所在是嘉义的树林，我主要是要看嘉义吼。嘉义伫遮吼，其实嘉义离海，即卖嘉义离海佫足远的吼。伊西边是啥物七股盐山，毋过我看即个办事，我看较早吼，即七股即只可能我看那是拢海较侪啦吼。敢若看这地图嘛看会出来，这应该是拢足浅的所在，这是拢足浅波啦吼。没有浅波就是毋是介悬的波啦，这是离海应该足含这个海平面比起来可能无悬介侪啦吼。这应该是伫咧古早时代，伫咧荷兰时代400年前，这应该拢伫海边啊吼。所以再讲这个船伫咧嘉义。对小人吼，诶，树林外即只叫做嘉亚即只所在。咱之前定了读了嘉亚，我拢毋知嘉亚就对 CAYA 吼，原来就是伫咧嘉义遮啦吼。好，安尼好记吼，嘉亚。讲即只大船呢，伫咧小人的树林嘉亚附近咧航行，暗时啊，就拍定停船。是啊，无风的关系款吼。下晡有一只小胖船出航前往平湖，坐6个大埔载去46斤虾啊，53斤鹿仔肉，8斤鹿仔脚，100多的大马啦吼。洪有议长阁下命令，后壁即句话毋知你写啥吼，插毋对去还是安怎？大马含议长阁下命令有啥关系？后来4月22礼拜日。风甲天气又完像昨昏，中昼阮看见迄只大胖船伫咧离阮昨昏看到所在，即敢若一滴滴啊所在吼。你看因对安平吼，会当看到嘉义去吼，要看地图吼。
你即马伫安平，你要看对咖喱去，可能无遮简单啊啦吼。因为中即马即只拢看拢落地啊嘛吼。啊，咖喱差不多伫安平的正北边吼，但是即马拢一片拢是落地吼。你安平去哩北边是安南区吼，啥物鹿耳门圣母庙。啊，过即个闸门溪，过五北是七股区吼，台南七股啦。七股的西边，这个毋是海哦，七股的西边还有一个海埔渔温啊，哦，即一个算海埔新生地安尼啦吼，海埔地啊吼。伊有看敢若无啥大人，嘛是有路，但是有大人无？哦，全无大人，全渔温啊，或者是我看应该是渔温那款，全渔温啊啦吼。所以你即马要直接看咖喱，可能无法度，但是迄当阵应该全海吼，全海面你都当看甲讲正北边会当看甲咖喱去吼。啊，看了讲因的船搁伫遐吼。好，来咱继续看来吼。讲会当看到船伫遐。因此，阮相信该船将会有一段真长的航程，愿万能的上帝保护伊来闪开暴风。暗时啊，真恬静，微风对西南风吹来，举行安息日礼拜，4月23礼拜一。早起南风、西风变来变去，暗时啊变做北风。今仔日调集福尔摩沙议员开会，伫会中决议要派迄只细只领工船装上比南需用的物件，航往比南，要任命下设商务员哈门艾克曼斯来做新港的政务员，也决议讲伫台湾甲普罗宾西亚地图的北上，以及渔场。碧湖、河川、鱼池啊、池塘啦，含其他内陆水系的北上，拢会稳准伫个北期届满之后，继续留伫原地营业7个月，但是爱依照北约的比率缴纳1个月的白金。也决议要伫个医院后，为什么？因为因今年的即个什么发北大会吼，可能会延前掉啦吼。伊讲要看讲是毋是生理有较好嘛，还没有关系嘛，咱看下就无嘛吼。也决议讲要伫个病院的后壁，就是我东边的所在建造一个用砖仔起的照好厝。最后决议要通过客栈的头家甲其他卖酒的人。以后所有的酒，无论是葡萄酒、荷兰的甜麦仔酒、烧酒，或者是其他任何酒，拢必须要以10岁罐做1股来卖。所以，即寡人的厝里拢必须要有真准确的装几股的酒的即个酒股啦吼，装半股酒的股呢，含装1岁间。酒的即个容器，违令者罚款3厘尔。此事将以告示通告每一个人。看无解有吼，我看嘛，一壶啦吼，我拄则讲过拢一壶啦吼，一壶，迄是汉字壶啦吼，荷兰文是写 KAN 吼，一间1 liter， 伊讲一间等于1 liter 吼。现在规定爱用1.5 liter 做1股吼。好，意思就是讲，一股就是10岁间吼，10岁间，因为1岁间是0.15 liter，所以10岁间就是1.5 liter 来卖，一道爱卖遮多就对了吼。所以即个歌。卖酒的人厝里爱传即寡容器，就是1股半股甲1小间的容器安尼吼，若无会罚3厘尔。
详细情形会当对我记录今仔日的部分会当看到吼。有一只小胖船出航前，往鸡笼甲淡水坐6个死仔人，载去46人的糖一担糖水60罐三酒，5桶死仔的烧酒，又搁3罐死仔的烧酒，50包薰草，一篮的冰糖，一篮打的虾仔甲10道米，还搁20包日本的米，甲是公司少年的米，要载去交遐的主管的。4个字是礼拜2，我看过咱加读一寡剩。透早透东北风，暗时透北风。4月25拜3，早起透北风，迄只领工船载着中士 Peter Jerrits 规下士兵甲派驻比南的人所需要用的粮食起定出航，但是因为北风真强，直到伫港岛里来跨搭吼，毋是跨搭啦哈，跨沙啦，跨线啦吼，跨线就搁浅吼。比浪岛吼，就是比浪吼，比海影吼，比影呢强烈冲几若摆，伫上帝帮助之下，经过即个 Sick Peters 即领工员真努力的操作，总算会当脱困普航。刘阿王这边前来，停伫迄个海堡附近的北岸，因为迄个强风伫遐来停规暗吼，一直到过长日。4月26，哦，拄啊好时间到。4月26有较长，我都无爱读啊吼。本来想讲今仔日要甲4月读好了吼。好，来，无啥物大条消息啦吼。好，我要来继续食我的暗顿吼。好，多谢大家。好，啊，爸比你生了有欢喜无？哦，你搁有转来，想讲你无爱转来哦，逐工安尼，靠，日子过来有够安尼。好。一转来就无侪代志爱处理。安尼吼，好，安尼，咱明仔载休困哦，我明仔载无法度读吼，咱后日再来吼。好，感谢各位，我来关拜。